約伯記第16章。約伯回答說：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，你們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煩。虛空的言語有窮盡嗎？有什麼話惹動你回答呢？我也能說你們那樣的話。你們若處在我的境遇，我也會聯絡言語攻擊你們，又能向你們搖頭。但我必用口堅固你們，用嘴消解你們的憂愁。我雖說話，憂愁仍不得消解；我雖停住不說，憂愁就離開我嗎？但現在神使我困倦，使親友遠離我，又抓住我，作見證攻擊我。我身體的枯瘦也當面見證我的不是。主發怒撕裂我，逼迫我，向我切齒。我的敵人怒目看我，他們向我開口，打我的臉羞辱我，聚會攻擊我。神把我交給不敬虔的人，把我扔到惡人的手中。我素來安逸，他折斷我，掐住我的頸項，把我摔碎，又立我為他的箭靶子。他的弓箭手四面圍繞我，他破裂我的肺腑，並不留情，把我的膽傾倒在地上，將我破裂又破裂，如同勇士向我直闖。我縫麻布在我皮膚上，把我的角放在塵土中。我的臉因哭泣發紫，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。我的手中卻無強暴，我的祈禱也是清潔。地啊，不要遮蓋我的血，不要阻擋我的哀求。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，在上有我的中保。我的朋友譏誚我，我卻向神眼淚汪汪。願人得與神辯白，如同人與朋友辯白一樣，因為再過幾年，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。